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鸡卵密密也有香，嘛会使讲鸡卵密嘛有老香，也是鸭卵较密嘛有香。无论鸡卵还是鸭卵，目睭是看袂出有香，毋过事实上，鸡卵甲鸭卵顶悬拢有足侪气孔。即句俗言有在劝人毋通做歹，毋通叫是家己做的歹代志安排甲真周全。世间就无迄种绝对袂出破的代志。你看连神明的金身，敢若表面是用金仔框的，即款代志嘛是有人敢做。毋过鸡卵密密也有香，若是敢做歹，心内爱有准备，代志会有出破的一天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